我的心静静，专门听候上帝。我的拯救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无大摇动。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即互人有福气。愿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各位兄姐平安。这是咱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69首。圣诗第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请起立。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今日阮三角主席伫这个所在同心来敬拜你，这毋是偶然，这是你极大的恩典，因为你伫创世以前就竞选阮成做你的囝儿。即款的福分，毋是因为阮做了啥物努力得所得来，是天父你白白来赏赐互阮的。为着安尼，阮要献上阮的祈祷甲感谢。这个主日是樟树主日，天父上帝，阮要感谢你，伫个2000年前差遣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正出世伫个世间人。伊骑着驴仔，行着铺着樟树枝的路，勇敢行入耶路撒冷城。伊受鞭拍，互阮的病得到医治。伊好亲像搬过节的羊羔，受抬成做祭物。伊流出来的宝血，互阮的罪通得到赦免。阮是一阵蒙恩的罪人。若毋是上帝你的恩典，若毋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阮就袂当三角组织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你。这时，阮要搁再一遍同心献上阮的感恩。天父上帝，阮也感谢你，听阮久久的祈祷，差遣你忠心的奴仆蔡正道牧师来带领双连教会。这半年来，阮真确信。伊是你所敬重的，伊认真拍拼，教示阮圣经的真理。但是，正做羊群的双连教会众兄弟姊妹，确实无相对付出努力来祈祷、读经。
对着牧师伫主日所传讲的上帝的话，阮无搁再置疑来回想，谨记在心。上帝啊，恳求你来赦免阮的办单，赦免阮无甲你的话看做要紧。相时，阮也恳求上帝你，互阮有谦卑受教的心，通甲你的话成做阮生活的帮赞，互阮也会当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互阮成做人人欣赏的基督徒，通伫咧即个败坏的社会中间做光做盐，通来荣耀主你的圣尊名。天父上帝，即时阮三角组织伫咧圣殿当心来敬拜你，恳求你的圣神临在，甲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三角伫地。无管阮今日来到圣殿的心情是快乐，是忧愁，是艰苦心，也是有烦恼，上帝啊，你拢知影。你是监察人内心的上帝。阮相信万项事拢是你所立你的，拢有你水的旨意伫咧内底。阮恳求上帝你，伫兄弟姊妹中间，心内有欢喜的，你甲伊三角勉励；心内创伤艰苦的，你甲伊三角扶持。阮的祈祷真是有限，即时阮要用主耶稣教示文道的祈祷文，同齐出声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传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这是咱三角来启应，启应文第34篇，启应文第34篇伫咧圣诗后壁部在一页，启应文第34篇，也是以赛亚书第53章。我来启，大家来应。咱所听见的有一水神啊，因为伊伫伊的面前生长，亲像剪剪的影。伊无好形状，无威仪。伊受看轻，互人放杀。伊受看轻，亲像互人黄面无看的一样。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咱拢亲像羊迷路，伊受压迫，拄着艰苦，还佫无开喙。
佫亲像羊伫剪门的人的面前无出声。伊对压迫甲审判受处去。伊虽然无惊强暴，喙也无诡诈。伊放杀性命到死，伊也立伫罪犯的中间。这是咱过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107首，圣诗107首，为严君王徛如进前，请起立。这时，妇女合唱团伊要带咱来学老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伊伫看顾我。
感谢福禄合唱团用遮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即时咱来共读上帝的话。今日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1章第1节到11节。马可福音11章第1节到11节，第1节到11节。我现代中文译本伫75页新约部分，台语汉字本伫53页。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马可福音11章第1节到11节。耶稣甲门徒行进耶路撒冷，到了橄榄山的伯法其甲伯大尼。耶稣找伊2个门徒先行，吩咐因讲：恁到头前的庄舍去，恁直入去就会看到一只无人骑过驴仔伏伫咧遐，恁将伊偷开，牵来遮。如果有人问恁为虾米安尼做，恁就甲因讲，主要用伊，用了就会甲驴仔送转来还你。因就去看见路边有一只驴仔，互伏伫咧门骹口。因拄要偷开锁仔时，一寡徛伫咧遐的人甲因问讲：恁为虾米要偷开驴仔？因就照耶稣所吩咐的来回答。遐个人就互伊甲驴仔牵去。因将驴仔牵到耶稣遐，将因的衫披伫咧驴仔顶头，耶稣就徛起哩。有真侪人用因的衫铺伫咧路上，也有人摕对田里错落来树枝铺伫路上。前行后队的人大声喊讲：阿罗上帝！愿上帝赐福互迄个奉主名来的，愿上帝赐福互迄个将要临到阮祖先大笔的国度，阿罗归伫至悬的上帝。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入去圣殿，四界看逐项物，因为天已经暗了，伊就甲12个使徒出城到伯大尼去。以上是上帝话。今日本堂杨新作牧师，伊要来传讲上帝信息是应邀甲受苦，应邀甲受苦，咱恭敬来领受。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通过一届做伙组织来敬拜伊。今日是中秋主日，咱要通过礼拜做伙来纪念主耶稣，伊用君王的身份骑驴仔进入到耶路撒冷。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就是受难周，也就是主耶稣伊伫这个世间上界落尾的一个礼拜。伊也已经准备好，要为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类来行这条十字架、牺牲甲受苦的道路。后主日，当咱搁一届参加组织的时，咱就要做伙来庆祝过活节。耶稣赢过死亡的关系，为着咱人类带来生命的盼望。过活节对咱每一位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值得咱庆祝真重要的日子。但是往往咱嘛会袂记得，过活节进前这一礼拜是主耶稣伊受苦牺牲的一个日子。耶稣伊的荣耀是通过伊伫十字架顶的牺牲甲受苦得来的。愿咱通过咱今日的经文，做伙来思考，什么是咱信仰的意义，也做伙来思考咱和上帝真实的关系是什么，也通将咱家己准备好，伫咱接下的受难周内面，通甲咱的主耶稣做伙行这条受苦的道路。咱做伙大声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对阮遮尔啊大的疼，你有愿意为着阮的罪，为着阮的软弱，为着阮的过犯，来行这条十字架艰苦的道路。主，阮实在是袂堪得，因为阮实在是常常犯罪，常常软弱，来辜负你，互阮这款的恩典。主，当我要恳求你，
伫即个受难周要来的时，互阮通将阮的心准备好势，当搁一摆来思想你伫阮生命内底和阮的关系是甚物？互阮搁一摆来思考、来反省，信仰对阮的生命来讲是有啥物重要的意义？互阮会当行伫下你旨意的道路顶面，诚做你所欢喜，诚做你所祝福。像是也通过阮，通来祝福搁较侪人。从阮下面分享的时间，也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也交阮三个弟弟。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主耶稣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这件代志是非常重要一件代志。所以咱若看新约内底4本福音书，拢有记载这段的故事。虽然逐本福音书所记载的小可有无共款，但是原则上拢感觉这是一个真重要、真关键的一个时刻。咱今日特别经马可福音内底的这段，咱要做伙来看几个真重要的代志。经马可福音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可福音，伊是4本福音书内底上介短、上介简洁啦，较简单的一本福音书。伊的记述嘛拢真直接，所以咱咧看马可福音的时，咱会发现马可福音内底表现出真侪无共款的冲突，两种无共款的观念放做伙，互咱做伙来看。这要帮咱读的人会当对这两个无共款的观念、无共款的代志内底，通来做咱家己一个信仰的选择。所以咱今日要通过马可福音来看伊内底几种无共款的冲突。第一，咱要做伙来看，伫马可福音内底有互咱看到两种无共款的弥赛亚的观念。第一种的弥赛亚是军事的领袖。第二种的弥赛亚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咱若对耶稣伊一生所讲的话、所做的代志，咱会当真实知影，耶稣伊真实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囝。伊所领受的使命，上帝伫伊生命内底的计划，就是要成做一个和平的君王，要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平安。伫这个带来平安的过程内面，伊也得爱受苦，行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和伊这观念冲突的是一般的百姓、一般的群众对伊的期待，是伊要来领导革命，要来成做一个得胜荣耀的军事的领袖。这两种的观念，通讲是完全无共款。咱要做伙来看，这两种无共款的观念，伫圣经内面，咱要安怎来做一个选择？但是咱要做伙来看棕树枝甲何珊娜。伫马可福音11章的第8节到第9节，咱拄则堂长老有带咱做伙读过这段经文，安尼讲侪人将衫铺伫路面，也有人将残忍的树枝扯落来铺伫路面，前行后队的人拢话讲何珊娜，奉主名来的是应该而乐的。这段经文就是主要所伊咧进城进入耶路撒冷的时，这群众因的反应。咱若参考约翰福音12章，咱就知才有讲到棕树枝。伫咱马可福音是无讲到棕树枝吼，干那讲树枝。但是咱会当参考约翰福音12章，这人因手内底举棕树枝，喙内底喊何珊娜，欢迎耶稣来入城。这其实真明显表现出犹太人因久长以来对弥赛亚的一个期待。伫旧约圣经内面的先知书，上帝通过先知来应允伊的百姓讲，将来有一个弥赛亚，也就是一个拯救者，要来拯救因。上帝要差遣这个弥赛亚来为以色列带来复兴。这个弥赛亚伊要亲像大卫同款，成做一个伟大的领袖。所以咱听到何珊娜这个事的时，伊原本的意思是讲，即马来拯救阮。何珊娜这个事，伊原本的意思是讲，即马来救阮。咱来看诗篇118篇的25节，伊安尼讲：耶和华求你拯救。这经文内底迄个求你拯救，伊迄个原文就是何珊娜这个字。若照意思翻是求你拯救，
照伊的音来翻，就是和散那。所以咱真清楚通知影，和散那这句话，其实是一个伫困境、伫困难内底，向上帝来求救的话。所以当这百姓因发出和散那时，咱通真清楚了解，因心内所想的是仰望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了后，通带因来进行革命，来推翻管理因、统治因的罗马政府，互因通重新来过一个自由独立的生活。这是百姓因心内所想的代志。另外一件代志，手牙樟树枝，这是出自因历史上的另外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以色列人因的国家灭亡了后，有经过几啊下无同的民族的统治。伫耶稣的时代进前差不多150冬的这段期间，有一个人捌起来引带以色列百姓起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毋但发动反抗的运动，而且也有成功，因为第一站来得到一个独立。这个人带领因的人叫做马加比。这马加比伊当年带这军队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当时城内的百姓就是举樟树枝来欢迎伊。所以当耶稣入耶路撒冷，众人举樟树枝来欢迎伊的时，也真清楚，互咱知看到因心内所想的耶稣是正做一个军事的领袖，要来带领因来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所以咱头前所讲的，无论是遮个讲摕樟树枝，还是喙内面咧画和散那，这拢显示出这群众对耶稣的期待。伊是一个大有气力的军事的领袖，来带领因来建立一个因家己的国度。第二个，咱要来看大道柄的一件代志，就是细只驴仔甲12架。咱第四要来看一段经文，马可福音11章的第2节，耶稣对伊的学生讲：恁往对面的庄舍去，一入去的时，要看见一只驴仔摆伫遐，是也有捌有人徛过的，会通透开牵伊来。咱今日所看的第1节一直到第7节的经文，是耶稣伊伫入城进前，伊就交代伊2个学生带先到城里，到这庄舍内底。替伊来准备要徛的动物。耶稣爱因的学生去牵来的是一只什么动物？驴仔，毋捌人徛过的驴仔，表示是一只细只的驴仔，互伊会当徛这只驴仔来入城。我较早有一个疑问，咧看这段时，咱会想讲，耶稣和伊学生都已经来到耶路撒冷的城外，为什么？爱选择骑驴仔，毋是直接行路瑞就好吼。其他遮众人来参加这期，遮众人其实大部分拢是行路。为什么耶稣伫这个时阵特别要选择骑驴仔来进城？那么做伙来看一个经文，伫旧约的先知书撒迦利亚书第9章的第9节，讲锡安的百姓啊，恁着大大欢喜；耶路撒冷的百姓啊，恁着大大欢喜。看你的王来到你遮，伊是公义的，佮施行拯救，谦卑骑着驴，就是骑着驴仔的囝。耶稣骑驴仔，真明显来应验着这先知书的预言。耶稣通过这个动作，骑驴仔入城这个动作，众人来表明讲，无毋对，伊就是先知所预言要来的这个王，要成做因拯救的这个弥赛亚。耶稣真清楚来显明、来表明伊的身份，无阁像进前，伊故意来稳重伊是弥赛亚的这个身份这件代志。但是咱会当注意的，当耶稣骑驴仔入来时，这个场景这个所在是啥物情形？敢是真安静、真拢无声的情形？毋是头前讲有人举樟树枝，有人大声喊和散那。迄个场面是非常的喧哗，非常的哀客的一个场面。所以当时的人伫遮尔大的场面内底，因检采忽略一个细节。耶稣所骑的是甚物？是驴仔。驴仔所代表的意思是和平的，毋是战争的。
若是战争，若是一个军队的领袖、军事的领袖，伊会选择骑马，因为马骑起来会较威严、较有伴。总是耶稣是选择骑驴啊，所以伊在甲众人讲，伊是一个君王，无毋对，总是伊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带来真实平安的君王，毋是亲像骑马。要带来战争，要伫这地面上建立政权的一个军事的领袖。我想咱咧看即款两种完全无共款的冲突的时，嘛帮助咱会当来做一个反省。咱的生命内底，伫咱的信仰内底，咱所期待的主耶稣是甚物款的主耶稣？是亲像即个军事的领袖，还是伊是真实带来咱生命平安的一个君王？我想这是咱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咱会当做伙来思考的。我想做时阵，咱有可能嘛会亲像当时的群众同款，当咱将咱家己心内所想要爱的物件，加伫耶稣的身躯顶，看无到耶稣伊真实的身份是甚物。我想这是第一个冲突，咱会当做伙来思考的。咱要看第二个冲突是众人的态度。大咱有看到，耶稣一入城的时，众人的态度是非常热烈的欢迎。总是咱若较后壁来看到马可福音的较落尾，咱就会发现这款的情形，这款的态度，通讲完全的改变，变做是完全来弃绝，对热烈的欢迎到完全的弃绝。这中间才不过短几日那定。耶稣入城的时是礼拜日。拜时的阴暗，伊和学生做伙食饭，设立圣餐。黑暗的时，伊就受掠。拜五受审问来顶十字架。对礼拜到拜五才短几日，为什么这个群众的反应会差这么多，态度这么完全的无同款？我想这是咱会当做伙来思考的。那么做伙来看，一开始的时，因的态度是非常的期待，满心的期待，热烈的欢迎。11章的10节安尼讲，迄个要来的我的主，代表的国是应该而乐的，悬悬在上，和散那。进城入城迄一天，耶稣伊伫众人真强烈，总是无完全正确认捌的即款的期待内底，伊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群众认为以色列得到复兴的日子已经到，耶稣就是因等真久的迄个弥赛亚，因已经准备好要来对耶稣的后壁做伙来推翻罗马政府。但是咱知影，搁较后壁因所想的是当耶稣推翻罗马政府，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了后，因嘛会当对安尼来得到侪好处。咱若向头前小可看第10章。记载，咱会当看到，耶稣12个学生内底有2个兄弟啊，什么人？雅各和约翰，这对兄弟啊，因伫耶稣准备要带因进入耶路撒冷进前，因来求耶稣一件代志。咱敢会记得求什么代志？因甲耶稣讲：“老师，你若入城坐王位掌权的时，互阮一个坐你正手边，一个坐你倒手边。”这件代志，佮引起学生中间侪的纷争吼。所以咱通知影，当时的群众，甚至是耶稣伊这学生，因心内所想的，就是耶稣要伫这地面上来做王。因这军队伊的人，也要得到侪因想要爱的好处。我想这就是当时的人因心内的心态，所以因心内非常的期待，所以非常的热烈来欢迎耶稣入城。总是无几日了后，因的态度完全来改变，对满心的期待、热烈的欢迎，变做非常的失望、全然的弃绝。咱若看马可福音15章的13节，因佫话讲将伊钉十字架。话即句话的人，拄拄是无偌久进前话讲何塞那咧欢迎耶稣入城，这个人。耶稣一入城，这个人满心的期待，因期待耶稣真紧就会当发表公开演说啦。咱知影若一个领导者要来，也讲一个做
有这感染力的演说吼，讲一场演讲，呼召侪侪人，含伊做伙去推翻罗马政府。但是我想，耶稣徛着炉啊，一句话拢无讲，慢慢啊向圣殿来行。这个人的心内一定会侪疑问，想讲耶稣哪一句话拢无讲，啊行的方向哪毋是对这罗马政府、罗马人因的军队的所在？因要推翻因，就是带百姓去拍这个军队哈。咱毋是行往军队，反倒是行另外一个方向，行对圣殿去。哪行因的心内的疑问哪会哪济？咱会当想象，这阵群众迄款原来的热情、原来满心的期待，那像去互压一盆的冷水共款。因的期待马上就对。因的心情就马上对期待变做失望，甚至是非常的受气。最后伫几工了后，共款画河山那即阵人，因反倒来画讲，要将耶稣来钉死。因无法度接受耶稣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因为这毋是因心内所期待，毋是因心内所想的。嘛，因为安尼，因来拒绝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救恩非常的可惜。看这段，看这个无共款的冲突的时，我想咱嘛通做伙来思考，咱对耶稣的态度是啥款？咱对伊的期待是啥物？咱对伊的期待，敢是正确的期待？咱对伊的认捌，敢是正确的认捌？若无，咱可能会亲像这百姓共款，真紧的时间就来改变咱对耶稣的态度。第三个冲突，咱要做伙来看，伫马可福音内底，咱会当看会到的，就是两种的选择。一种的选择是行往悬的所在，一款的选择是甘愿放杀家己。有一句俗语安尼讲，水往低处流，来安怎？人往高处爬。我想这是咱世间人的价值观。咱世间人总是想要家己会当往悬的所在去，会当坐大位，会当做人来拥护伊，受做人的服侍。但是咱若注意看福音书内底关系耶稣的记载，耶稣伊选的路，拄是一条完全无共款的路。耶稣所选的，毋是占大位，毋是得到权力、成权，伊放弃家己，往下骹，往低所在来去。咱要做伙来看一段经文，腓立比书第2章的第6节到第8节。伊原本有上帝的形象，无掠家己甲上帝平等做所着接受的，反倒摒空家己，取奴仆的形象，成做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款式，就家己卑微，存心顺服，到伫死，佮死伫十字架顶。这是初代教会一首俄勒的诗。对这首诗，互咱看到耶稣伊所选择的道路，和咱世间人迄款要悬的所在来爬的想法是完全无共款。伊对悬的所在，和上帝共款阴光的所在，来到地面上，成做一个人。伊成做一个人，嘛毋是出世做一个王公贵族真有地位、真有名声的厝人。伊出世伫一个真普通，甚至是真善车的厝人，过一个真普通的生活。而且伊嘛知影上帝对伊的生命计划了后，伊就愿意顺服，愿意为着正人的罪来行十字架的道路。咱知影当时的十字架是一个上界艰苦、上界见效的一个刑罚。耶稣愿意为着咱，为着正人的罪，顺服上帝意思，死伫十字架顶。这是伊所选择往下面来行一条道路。主要所以选择通过牺牲，通过放散家己，来成就上帝的旨意。也因为安尼，咱来看腓立比书第2章的第8节以后，第9节到11节，看到上帝互伊得到高升，伊得到对上帝来永远的荣耀。我想咱基督徒的性命是一个荣耀的性命，咱有把握通安尼讲，总是要提醒咱，基督徒的荣耀
毋是用家己的方法去得来荣耀。基督徒的荣耀是通过学习主耶稣愿意牺牲、愿意放下家己，到需要的所在去，到迄个上界美色、上界卑微的所在去。基督徒生命的荣耀是对安尼来，我想咱毋通袂记得。所以主耶稣也捌甲咱讲，咱着背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伊。基督徒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跟对耶稣、学习耶稣的人。但耶稣已经亲自做互咱看，真实的基督徒，咱着对咱的老师、对主耶稣基督来行这条道路。最后我要用一个例，互咱来看，什么款是真实借耶稣基督来行的教导来行的一个生命。咱会当看后一张。这个人咱检察会人捌看过吼，伊名叫卢云。伊是一个神父，伊出世伫荷兰，伊是真出名一个灵修神学的作家。伊所写的册有超过40本，侪本嘛拢有翻译做中文。我想真侪人真爱看伊的册。伊的经历，伊捌伫美国的圣母院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伊拢捌教册真侪档。也时常受到邀请，世界去演讲，受到有真好伫学术界有真好的地位。总是伊生命内底有一个真重要的转捩点，一个关键的一个年，1985年，1985年，伊做一个真重要的决定。当伊的事业、当伊的学术的地位上较悬的时，伊问家己，伊家己心内有一个声讲：我虽然受到侪人的尊敬，受到侪人的看重。但是这敢真正是上帝爱我行的道路？伊家己真深刻咧问家己了后，伊做一个反省，伊感觉毋是，所以伊就将这教授的职务来辞掉。辞掉了后，伊就接受一个所在一个叫做方舟团体伊就是咧照顾非常弱势肢体啦是精神有残障、有障碍这个人一个所在咧接纳因的人。这一个所在，伊到遮去，到一个所在叫黎明之家，去照顾遐上界需要、上界软弱的人，伫第一线来照顾这重度障碍者。这个代志一直做到1996年伊安息的时为止，10几档的时间，伊就是做这款的代志。我想卢云伊真清楚体验到生命的稳定、生命的荣耀。是通过分享，通过牺牲，伊真实照主耶稣所行的模范，对安尼来行。伊毋是干那知影尔，伊也用伊的生命去实践这款的真理。所以侪人介意卢云写的册伊分享的物件，我是毋是讲干那伊文笔做好那点主要是伊的生命迄款的感染力，伊是真实将这道理行出来，当含咱做伙来分享。基督徒生命的荣耀是对牺牲、对愿意付出来的，这是耶稣留予咱的一个模范。咱若要真实将做一个伊所听的基督徒，伊所欢喜的基督徒，咱就照这款的款式做伙来学习。最后，咱也要做伙来思考，咱基督徒所领受上帝的恩典。咱拢真清楚是白白得来，毋是因为咱做啥物款的好代志，毋是咱做有资格，无咱其实完全无资格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白白互咱，但是做时阵，咱会感觉这白白得来恩典，那像无遐尔有价值，将伊看作真廉价的一个恩典。我想对今日这段经文，耶稣伊准备进入到耶路撒冷。准备要来行十字架这条牺牲的道路，咱通搁一摆得到提醒。咱得到恩典，毋是真俗、真无价值的恩典。咱所得到的恩典，是耶稣用伊的牺牲、用伊的流血所换来的。所以咱就会记得，咱是用耶稣伊用真重的代价所买来的。咱通看一段经文，叫《林德前书》第7章的23节，伊讲。恁是用重价所买的，所以无得做人的奴仆。无得做人的奴仆，咱通安尼来理解，就是毋通搁互咱过去迄款的价值观，
互咱家己的私欲，互咱家己想要爱的物件来控制咱生命的方向。咱既然是上帝用真大的代价，主耶稣用牺牲流血所赎回来的，那呢，咱就将咱的生命献予上帝，行上帝爱咱行的道路。我也确信，当咱愿意安尼来跟随的时，咱的生命要得到最后对上帝来永远的荣耀。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为阮留落遮尔啊好的模范，互阮通对你来行。主总是阮也要伫你面前来悔改认罪，因为做时阵，阮实在是软弱软正，阮无法度照你的命令来行。做时阵，阮秘伫阮家己感觉真舒适的这个空间内面，阮无愿意踏出去，阮甚至看袂到别人的欠缺甲需要。主，恳求你来赦免阮，也开阮的目睭，互阮知你爱阮行的道路是甚物，互阮通看到甚物是阮通来奉献、来付出的一个所在。也通过安尼，互阮的生命通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赞。主，恳求你通过今日中秋主日，互阮通搁一摆来反省，甚物是阮生命、阮的信仰真正的意义，甚物是你爱阮行的道路，也互阮会当行伫正确你所欢喜的道路顶面，也通得到对你来永远的荣耀。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感谢杨牧师带来上帝的信息。这时，咱过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343首，咱就信靠上帝。343首，请起立。这时，咱要来奉献。为奉献的代先，如果你若是
第一遍来到双连教会来做礼拜的，请你若拄则无写留名卡，伫咧你的座位头前有留名卡，请你填写，互阮通仔来甲你欢迎。这是咱来奉献。请起立，咱来感谢。先阿爸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赏赐阮头一个美娘，互阮食穿，拢无伫倒后欠缺。相时你也赏赐阮头一个平安喜乐。这时，阮除了献上感谢以外，阮也将淡薄金钱献伫你面前，诚做教会圣工的路用。我来祈祷感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咱掀开周报的第5页，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是中秋主日，第一点吼。本主日是中秋主日，纪念耶稣基督谦卑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城，为了听咱救赎咱，行各个他受苦的道路。第二点。就是本周，就是受难周，拄则杨牧师讲过。咱伫即个礼拜内底，咱尽量莫去宴乐，会当灵修、祈祷，搁再一遍来思考，来体会主
救主耶稣为咱赎罪，皇帝钉死伫咧十字架，即款的疼甲救赎。第二点，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的礼拜，是伫咧即个拜四暗时7点半，伫咧咱即个十楼即个所在来举行，请有服侍同工，大家来致意。相时我伫咧即个所在邀请大家，若会当即个时间，若是会拄好，咱来参与即款的即个礼拜，互咱会当来感受耶稣伊要去受死进前，伊即个心情甲伊即个情景吼，这是一个真好真好一个信仰的体验。过来，咱看下骹就是讲，咱即边最后晚餐即边，咱所得到这个奉献，咱要诚做咱教会社会福利基金会伫咧新庄迄个所在遐，咱有一个时间是送便当或者独居老人。咱这送便当这个过程中间，咱不只是讲要甲这便当送到这独居老人的手中，咱上时咱也是愿望会当甲这个福音传互这个接受便当的人。这检测有需要咱教会同工咱家己来做，因为目前这送餐的这工人，这人是领薪水的，检测毋是基督徒，咱袂当愿望因有法度做这个代志吼。所以这可能也是爱咱家己，咱教会兄弟才有法度来做这个代志。4月13这最后晚餐的这座位，咱记载伫咧17页，大家通注意来看。第3点，小会问道理。小会问道理，请轮值的长老，大家注意保留时间，也请4月23将要洗礼的兄弟一定爱来参加。4月23有洗礼了，有一个新生命参会是记载伫第5点，大家注意来看。另外，我要搁补充2点吼，伫咧5月开始，蔡牧师伊有要开连续开2个月吼，每礼拜日的早起甲暗时2个月的课，这课是要教咱安怎祈祷，安怎读圣经吼。祈祷甲读圣经，刚才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真需要的一个方法。有人做基督徒久久，检查祈祷嘛是有当时抑阁真无法度伫咧大家面前安尼来做公道吼。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训练，一切拢免费吼，是蔡牧师伊拨时间来甲咱做教导的，希望大家会当提早来报名。第二，就是刚才大家拢有去收到这张是咱教会已经真久无写咱的无更新咱的通讯录。教会有计划要来搁做一个新的通讯录，但是因为个资化的关系吼，所以一定要大家同意。这内底所要登记的物件，就是讲你的名、出生的月日、月甲日也无年吼。联络的电话，然后电子信箱的有 email 的，当写 email。最重要就是后壁你家己签一个字，教会才敢甲你刊登吼。这个是到4月底为止。好，这是咱请杨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代祷。好，伫遮代表教会来欢迎今日第一摆和咱做伙聚会这兄弟姊妹。第先有黄俊德兄弟顶20位哈，因是对台中各教会各个教会起来哈，要来参加个别式哈，所以今日做伙伫和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咱请因起立哈，伫头前这个所在哈，咱希望欢迎因。好，咱请坐。求上帝安慰夫妻帮助恁。
第二位陈佳琪姐妹伫后壁迄个所在是美佑的朋友那么真欢迎伊今日和咱做伙聚会欢迎请坐。感觉有今日第一摆和咱聚会咱结束了后啦佳琪欢迎你会当到贵宾室互阮同工甲你接待咱今日感觉有第一届来到咱中间和咱做伙聚会兄弟姊妹才有一位什么大名真欢迎咱等下才留一个资料阮会当和你做联络好，安尼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用这么大的疼来疼阮，伫阮抑阁是罪人，抑阁无完全的时，你就愿意为阮来牺牲，行十字架的道路。主，阮感谢你，阮即款的恩典。主，当阮愿意伫你面前，搁一届来立志，阮也愿意将阮的性命献上，跟对你来行即款的道路。互阮的性命通进入到侪需要阮的所在去，互阮的性命通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恳求你来帮助阮，互阮有即款的气力、即款的勇气，将阮所对你领受的通来实践出来。恳求你来帮助。主，阮即时也将阮兄弟姊妹逐款的欠缺需要交伫你的手，无论是身体有病痛需要你医治的，还是家庭、今日时世有逐款的欠缺需要帮助的。主，阮将这个拢交伫你的手。主，因阮知你是听阮的上帝，你也是关心阮的需要的上帝。当阮愿意将这一切欠缺需要带来到你面前的时，我也确信你的恩典教会阮用。将这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大大来祝福，因带个带领。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这时，咱来上言了，再请杨牧师来祝祷。上言510首，阿乐天顶主宰，请起立。上帝疼痛，信心的相通，扶持帮赞，常常甲咱大家相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密道下温，强受切恳。